各位乡亲，你敢有听过鸟鼠会当救哪里呢？在非洲的一种大鸟鼠，会当讲是好骗师，若是体型比狗较细只，动作嘛真溜叻。研究人员甲因做训练，用伫咧海关来协助调查野生动物的走私，希望未来对抢救要断种的动物会当有帮助。非洲大鼠伫土泥遮片遐空，顺利找到4包用柑橘地包，随时得到奖品。先伫国动物园伫训练非洲大鼠，伊是一般鸟鼠的3倍大，比狗加足细只。伊毋但是好骗师，佫会当伫微微开开的空间自由来出入。训练人员按算要用伊来打救需要走私，通抢救野生动物。Pangolin are one of the most trafficked animals in the world, so pangolin scale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they could detect. 训练人员讲，除了哪里按食物白镜类到稀有鸟类等走私生物，拢会当照因无同的显微来训练即寡非洲大鼠的操作功夫，而且因佫会当活较久，真值得投资。You know, some rodents, some rats have a lifespan of 3 to 4 years, or even shorter, whereas our rats in the wild live around 7 to 8 years, and our oldest retirement rat passed away when she was 11. 事实上，这种非洲大鼠价值已经有真侪功劳，伫全球战乱的地区找到15万粒也未爆炸的地雷，嘛伫非洲骗切片的线谱，协助25000个病患诊断出肺痨。目前，除了查缉野生动植物走私，坦桑尼亚的研究单位嘛伫训练大鼠协助救灾，找出受困者，希望未来伫地动也是爆炸灾难现场会当出动死狗，正人讨厌鸟鼠变作救命英雄。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。